喂，各位朋友，聽住，你屋企係咪都擺咗粒看門口嘅安宮牛黃丸？好多人當佢係預防中風嘅神丹，甚至當保健品食，咁就大錯特錯。嗱，亂食真係可以好大件事。我用中醫同營養學嘅角度同大家拆解下。首先，安宮牛黃丸喺中醫嚟講係急救藥，唔係保健藥。佢係用喺啲非常緊急嘅情況，好似高燒唔退、抽筋、神志唔清醒或者中風昏迷。中醫叫呢啲做熱閉神昏，即係因為體內嘅熱毒太犀利，攻咗上心，個人先會迷迷糊糊。點解唔可以亂食？第一，佢藥性非常寒涼。如果中風病人本身係體質虛寒，或者屬於中醫講嘅寒閉症，即係手腳冰冷、面色清白嗰種，你再俾佢食啲咁寒嘅藥，就等於雪上加霜，會搞到病情更加嚴重。第二，更加重要嘅係安宮牛黃丸裡面含有朱砂同紅黃呢兩樣嘢，其實含有汞同砷，即係我哋講嘅水銀同砒霜。雖然經過炮製，但如果長期食、過量食，就會造成重金屬積聚，嚴重損害肝臟同腎臟功能，後果可以好嚴重，甚至致命。所以安宮牛黃丸絕對唔可以自己買嚟預防或者保健，一定要經過註冊中醫師辨證論治，睇清楚你嘅體質同病情，判斷係咪真係適合用，先可以喺醫生指導下服用。記住，安宮牛黃丸係救命藥，唔係保命藥。有咩唔舒服，第一時間係去睇醫生，唔係自己亂咁食藥，將健康交俾專業人士，咁先係最穩陣嘅。